来，乡亲啊，回头继续来看桃园市，昨暝嘛是规暝安尼雷公四那落大雨，包括中立、平镇、龙潭甲杨梅有超过1万户来停电。啊，因为雷雨真大，抢修困难，一直到透早7点半，这电才来。雷公四那安尼四日的四日，有时一摆几啊10秒，今日透早，未少乡亲困到长好的时，互雷公声吵精神。但雷公嘛造成同地区超过10800几户停电。台电虽进行抢修，也毋过因为但雷公搁兼落雨，互抢修的任务加正困难，一直到早起的7点半，才总算恢复电力正常的送电。主要的降雨都还是集中在北部地区，尤其是在桃园、新竹跟苗栗这个地方，降雨上是最大的。那根据这段时间的累积雨量，我们要特别提醒，短延时强降雨的现象非常的明显。依照台电的统计，今日但雷公上届密集的时间是伫半暝12点到透早4点，总共587摆。对比18同日的时段，全台湾敢若11摆，就看得出来这个密度有偌悬。那队友发展之后呢，就伴随一些闪电的密度比较强的地方哦，那它就是会逐渐从沿岸地区一直靠近到我们的陆地。闪电的密集度跟强度，对于一般的封面系统来说呢，都还算是正常。虽然讲这个大雷公雨伫桃园市的地区造成灾情，也毋过嘛，互本来蓄水率真暗的这个石门水库一暝尔就入水90万吨。出现这济雷公四那，嘛有真个乡亲印象真深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